波达多造了3种无间罪，活活的感受地狱烈火烧身时，才对佛语升起了诚信。据说，我从内心深处皈依佛，因此因缘，他将成就圆觉果位，名为具骨。哎呀，那前面的那个怎么说呢？国王的搞的名字叫什么什么？魏生业，他杀的父亲也是提婆达多的这个领导。提婆达多呢，就是让他杀死他自己的父王，然后让他顶上王位。然后他的意思就是我会设计帮你让你杀死你自己的父王，然后呢就是让你顶上王位，然后你顶上王位以后，你就把我顶上佛位，那么就提婆达多就让他杀死他自己的父王，然后他就是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国王。然后呢，提婆达多他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要那国王就是封他为佛，因为提婆达多呢一直都是基督释迦牟尼佛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国王就说，那我怎么样子可以再让你成为佛呢？因为佛有30个庄严跟80什么佛什么80相好等等，这些有这么多的不同的这种庄严跟不同的这种功德，所以你什么都没有，所以怎么样子可以做？然后就这个有很多故事，提婆达多他就是找了很多那个工匠，然后就他的身体上用金属就相当铁跟那个黄金来作为那个相当脚下面就是做法轮这些等等，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非常非常受苦非常痛苦的一些故事。因为当然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这30个佛号也好，一切庄严都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他把这些都是在肉体上用金属把它在这个按上去的话，那肯定就是非常的不容易嘛，所以也是经过很多这些。然后同时呢还有那个刚刚那个国王跟那个提婆达多一起做了很多设计，想要那个杀死国王的。那最后他就是雇了500个人在那个灵鹫山的上面呢，就是为了要佛陀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丢那个，就过去有一个那个很多的很大的石头可以丢过去的那个叫什么？就很多人拉一个，然后就一放的话，就是把石头丢过去的那个。投石器。什么？投石器。投石器，对，有500个人，让500个人拉，然后就是投石器，然后设那个佛陀走的这个路上以这样的安排，然后他花了很多钱雇了500个人，500个人把这个什么投石器是吧？投石器的这些工具全部做好了以后，500个人说我们拉这个是要针对谁，目标是谁，要瞄着谁，然后他们都知道需要瞄的对象是佛陀的时候，他们都逃跑了。逃跑的时候佛知道了，然后佛就是要给他们本来就是很不好走的路上呢，就是佛就给他们指了一个就是路可以走，然后他们都跑到佛的前面，然后皈依了，然后就修然后同时提婆达多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安排了就是500个人，如果是那个怎么说呢，抛石对佛陀没有办法伤害的情况下，也许可能他从这里跑过来的话，你们就要杀死他，以这样安排。但是他们也知道了，他们要杀死的对象是佛陀的时候，他们也偷偷跑了。跑了以后呢，就是最后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跑了，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其他的人。这样的时候呢，他就是拿那个抛石机的这个绳子，然后同时呢，他也把这个抛石就是丢过来了。但是丢过来的时候呢，就是中间呢，就是其他的这些龙天护法的帮助，把这些抛石机都抛碎了，中间抛碎了，然后就是在佛陀的身边只是落了一点点，然后这个呢，就是佛的身上也出血了。佛的身上出血的时候，就佛也是本来佛是佛的加持力来说到就是可以止血的，但是佛呢就是一直让他流血，然后同时也是找了那个
医生，然后就找那个药然后找那个檀香那也有一个人供养了那种檀香，然后佛就又度化了这个人，将来就是会成为成佛的。另外还有一个那个时候还是他虽然得到了这个药，但也是没有止血，还是一直流血。那个时候就是再问说什么东西是比较有帮助，那就刚生小孩的母奶就是对那个怎么说呢，伤是有帮助。但那个时候也有一个生小孩的女生，本身她的奶很少，也是快养不活自己的小孩，但是她第一，她如果是她的奶供养佛陀的话，第一她的小孩会死，第二呢然后就刚刚那个国王也是会惩罚她，但是他不顾一切的有供养了，然后也是种下了成佛的种子，然后佛也是已经预言了他们都会成佛这样。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天人发了那个誓愿，然后就佛陀也接受了他的愿，所以就止血了，能够可以再得到了成佛。然后这样佛提婆达多呢，就是在五件罪里面就是造了3个罪但是最后的时候呢，他就活活的就掉到地狱里面。前面他还有装扮，就是要去皈依佛陀，然后他就是把这个指甲当中藏毒药，然后他的想法就是去佛的前面做假装忏悔。假装忏悔的时候，佛陀应该先不会说什么，那这个同时佛陀应该会对他恭敬，如果是没有特别恭敬的话，他想要又把那个毒放到佛的这个身体里面，就是伤害。也这样，他就是到了佛的前面，在顶礼的时候，佛已经知道了，那佛就把这个佛的他自己的怎么后半身都加持成为那种水晶一样的硬度的硬的东西，然后他就没有办法伤害，然后他就假装顶礼，然后就是抓佛的大腿，然后这样抓的时候，他自己的指甲断了，然后毒也掉下去了，那个时候就变得很尴尬，然后他又不满的对佛陀非常不满意的，就说我都已经皈依你了，你不是说皈依你的人都是你会救吗？然后你对我还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就有时说这是你自己的错，好像就是他自己没有错的那种，很不满意的离开。离开的时候呢，到最后他就是落在地下面，前面他就造了很多的罪，原因造这些的罪来说的话，也是他一直对佛陀进行这些伤害的一切过程的时候，有一次他就比较怕到底这个因果有没有真的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在真实的所谓的就是造业就是业报等等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去找外道的6个那个导师，那他们就是说所谓的因果是不存在的，都是假的。那他就是特别的相信他们，就是好像所谓的因果是完全不存在的。后来就他造了那么多的业，到最后呢，就是他活生生的掉在地狱中间。到了地狱中间，他就是以地狱的火就是烧到他的身体的时候呢，他就是大声的喊，那他就说我从骨头上皈依释迦牟尼佛。他当然就是进了地狱，地狱呢就是受苦的，该受苦的都受苦了，但是到最后还是因为他的那一句跟那一次一个刹那的想法，就到最后变成佛，就是这样的。那他也并不是说马上就变成那个，刚刚就是有一个他的这个佛的名字叫什么具骨嘛名为具骨佛是一个独觉佛。那个也并不是说他马上就快到地狱的时候就马上成了佛门，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已经造了这么多的业，这些的国宝都在地狱当中感受，最后的话，他还是跟其他的那些地狱中的众生不同的地方是，他还是感受了这些一切的报以后，他还是会变成这个具骨佛。原因是什么？他的皈依是真正的
以前一直都不相信嘛，一直都是嫉妒，一直都是不相信佛的一切功德也好，佛的一切，包括佛的身上的这些庄严，他都是不服，所以他自己把用黄金、用金属的东西把他这个像上去、装上去，然后他就是找那些工匠，让他们把那个金轮啊那些要贴到他的那个脚下面，这样，连这些都会做的一个这样的人。那他平常他就是有一次佛陀生病了，然后呢佛的那个医生就是给佛陀药的时候，他也是去医生那边说我也要吃药啊，就佛陀也是有在吃药，那我也要吃药。那就你问他说你给佛陀是什么样子的量的药，我也是一样的药，我们都是兄弟两个，所以什么都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那医生虽然就说佛的身体跟你的身体不一样，佛是吃那个相当什么东西是要吃33两的，那你顶多可以吃个5两。那他就说不行啊，佛吃多少我也一定要吃多少。那吃了以后他又快不行的时候，佛陀加持他又好起来了，加持他好起来了，他也一样的不服，就等等这种，就有的没有的。那有的时候就那个佛做什么他都是反着做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一直障碍。那佛也是有讲很多的故事，就是他一直障碍呢不只是那一世，就生生世世当中都是一直这样的造业的，最后就是那一世当中呢，相当就是在一起，佛也是在他的身边，相当佛也成佛了，但是他也是造罪的，最后他就下地狱了，就是这样。所以这里面讲到就是这些皈依是有，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皈依是要很深入的从骨头上面，那就是这就是一种象征，我们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的骨头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从骨质上皈依佛。那这样的情况下，就连提婆达多都能够可以最后成佛的这么殊胜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皈依的功德才是最殊胜的。Om Bodhicitta Mahasuka Janatatu Om Lulu Hom Jom Om Bodhicitta Mahasuka Janatatu Om Lulu Hom Jom